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审查公民无在籍投票法的草案。中选会讲，无在籍投票只会当成立个公投来施行，因为即摆总统甲立委拢是合并来选举，若是要做无在籍的投票，选务的工作会真复杂。中选会嘛来承认讲，明年的总统大选要推动无在籍投票有困难。 讨论近一年的不在籍投票总算有破啊！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伫今日审查公民不在籍投票法草案，中选会乐见其成，认为会使先为公投开始。选举的不在籍是属于对人的投票，那公投的这个不在籍是属于对事的这个投票，在社会的共识上。 就公投的这个不在籍投票而言，或可先予施行。立委提案的版本分作投票时间同款，和不在籍公民会使选择居住地上近的投票所去投票的移转投票，加专门开设投票所的特设投票所投票，以及户籍伫该投票所的公民投票时间提早。如果明年1月11号总统跟立委选举，我们先行试办这个不在籍投票。 针对总统的部分来得及来不及？依现阶段来说，因为2项选举是合并举行，应该是没有办法，有困难度，有困难度。中选会强调讲，总统大选甲立委的选举做伙举行，要实施不在籍投票选务工作太过复杂，和在野党立委质疑讲有选举的考虑。是要公投跟选举合并举行，比较能够保障投票权，还是分开举行比较？你现在，我询问你是跳针主委，真的跳不 OK 啊？你不可以反咨询委员。你刚刚就是在问他，反正你在问他，这个违反议事规则，你知道吗？你再这样被赶出去啊！ 立委轮流质询，中选会嘛唔敢黑白开支票，加上立法院议会伫今仔日要处理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李进勇的人事动议权案，无在籍投票要安怎处理，恐惊就要等新的主委上任以后，才有进一步的发展。